造成这个社会的纷扰呢，我在这里呢代表华航表示这个最大的一个歉意。以后这种所谓的那个包机、这个专机的业务，专机没有所谓的机边交货啊。那这一次这个部分呢，我想这个也是一个 miss 啊，也是一个误失啊。我想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深切检讨。事实上以后的专机的任务根本不会有所谓的机边交货，也根本不会有所谓的说烟品还可以买多少条的问题。董事长本来就是要负完全的责任啊，董事长代表华航就是对华航负完全责任。所以我想我个人我是法人代表，是航发会派来的法人代表，我也跟航发会表达说，这个如果是追究责任的话呢，那就追究我头上也都没有问题啊。我想这是我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啊。那在这里呢，我再度为了这个事情造成这个社会的纷纷扰扰，我再度这个致歉。